讲到美国呢，伫这个月2日正式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啦。川政府讲，这退出的原因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伫咧 COVID-19 期间呢，拢无咧要以台湾提出警告，甚至是当作台湾无存在。不过，这款的讲法，所有专家来甲批评，讲台湾无提出警告是要讨自信的。那去当时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就表示 ，WHO 甲台湾的建议当作是无听到，是全世界损失。那咱的外交部是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无应该甲任何一个国家闹交起。虽然美国宣布退出啦，台湾会继续和理念相悖的国家来合作。So we paid $500 million to World Health when I was here, and I terminated it.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就任第一天，随签署行政命令，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，批评 WHO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失职。照规定，联合国收到通知了后半一年，美国在今年1月2日正式退出，却嘛引发社群的逼战。美国卫生部副部长欧尼尔指出讲，世卫在2019年时阵，故意抹插台湾发的 COVID-19 早期警告国境台湾无存在，但世卫专家范科霍夫批评指控完全不是事实，认为台湾无警告，是在同一天甲因讨。强调 WHO 无歪插台湾。他们把台湾提出了睁眼忽略啊，我觉得是对全世界的一个损失啊。马祖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的曾仁祥表示讲，2019年12月31日，公卫团队就对网络收集到武汉爆发非典型肺炎的消息，迄当阵就透过 email 的方式来通报。在疫情的期间，迄当阵的指挥官陈时中阁点出咱方在 email 内面，特别讲到非典型肺炎和病人已经做隔离治疗，因为只要是公卫人员，都会当对这来验化这病例，敢有人传人的可能。那讲这个隔离治疗这样子的警讯，这样不是警讯。那问什么情况才叫做警讯？对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，对台湾敢会有影响？外交部强调讲，咱国的宗旨和目标无改变，同款是希望争取受到邀请，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，和完整参加 WHO 各项会议和活动。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要清楚的明白，为了全人类的公益，不应该刻意疏忽，或者是遗漏任何一个人或者国家。而我国争取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多年，虽然美国已经宣布正式退出，我国仍将持续和美国、友邦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合作推案。外交部表示讲，这唔但是关系到台湾2300万人的卫生安全，实际上台湾会当做的贡献，和以为会当做的领导角色，相信全世界拢会当受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